外条圈组，把生活压缩的好小，堆积的讯息，每一秒都逃不掉。我把震动关掉，你还在口袋里呢。半夜量一次，想冷冷的透我心跳。讯息堆成山，我已经懒得看完。你只要一想，我防线就少了一半。别再抓住我，别再拖我回头。我想要清醒，把今天好好活透。这个手机让我先呼吸，谁也别想用一条讯息就把我绑着。这个手机交汇着眼里，在天亮以前，我只想好好活过自己。地铁门一开，风把我的脸吹醒。手空空的时候，世界在想真的。走过便利店，看见自己在玻璃里，眼神有点累，但终于像自己。别再抓住我，别再拖我回头。我想要清醒，把今天好好活透。黑了一幕晚风变清晰，那些虚拟的热闹根本不需要距离。黑了一幕影子多美丽，踩着真实的步伐，这样才最像自己。不会了，今晚都不会了，把那些多余的声音留在门外吧。我不怕空白，只怕自己又沉下去，把手伸进夜里，接住我自己。快点控制紧自己的心跳，世界要怎么疯狂，就随便它怎么闹。快点控制，就在今晚关掉。现在我终于知道平凡有多么美好。巷口的招牌还亮着，雨把脚印擦得发白。你说你会从天而降，我却只等到风回来。便利店门前转了3圈，口袋里只剩一张表格，电话一直没人接通，连影子都躲进黄昏。我抬头看云，一层又一层，像你留下的线，闪出了我眼神。
找不到那个人把我从这屋顶一下带到清晨，找不到居住人，找不到那个人，你留下的空位还在等我人。就抱着卷在门把上，电梯坏了3天没修。我爬到最高那一个窗，只看见楼下车流。你说你会来得很快，可快也没快过孤单。我把消息一条条删掉，又在心里反复重看。我抬头看云一层又一层，是你留下的线穿过我眼神。下午好啊，大家。载客人来那个桃园机场，一个香港客人。可是我刚才看高速公路回去还蛮塞的，对啊，桃机啊。回去塞车了，完蛋了。走了。台北下雨吧？我看从台北过来的啊。台北好像就一阵一阵的吧。我刚从台北过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下完雨，然后刚刚因为乘客还有去永和拿东西，所以从永和走中和走北二高过来的时候，北二高过来的时候经过三峡。莺歌那边，那边刚好在下雨，目前没有下雨，好，那应该是下午雨下完的吧。等一下走中山高回去，可能就会塞车吧。台风威力有点减弱，但是我看气象，好像是说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一整天，对，影响台湾最多的时候。现在好像是稍微减弱一点点啊，可是好像之后还会再往上升，可能到时候侵袭台湾可能是强烈台风的下限，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。我看新闻是这样讲的。
准备要塞车了。有难修哟，是好像还不确定他到底会不会登陆了。对，他目前还不确定他到底会不会登陆。好像是说会擦边球啦，但是对他们不确定性还是很大。2到4K， 用在车速40以下。